一世人，总是会找着有的人。就算路途遥远，也会来打开阮心窗。希望伊踮阮身边，手牵手念相偎，做阮一生永远的一半。用想要小小小一场梦，倒位才找有这款的人。就算最后一场空，为着爱心甘情愿。用想要小小小一场梦，想要问你敢甲阮相共，你敢会知？大家好，我是陈怡婷。我所写过的作品有《咱的故事》、《过去的梦》、《予你的心向来飞》，还佫有《上水的唯一》。若是想要知影怡婷佫较侪的作品，请收看《心所爱的歌》。哦，迄时啊细汉吼，即个吼舞蹈吼，大家拢互伊惊到吼，尤其是啊两个姐姐哦，每一遍若要出去倒去吼，拢是咧找无即个囡仔。啊。伊拢特别吼，袂爱甲人啊斗阵行，伊拢家己爱行遮行遐，伊也毋惊伊讲放弃。出事毋着拄好着爱去试头一摆无奈无。我问护士讲啊倒一个是阮查某囝，伊讲哦，你注意看看哭痛大声，迄个就是啊。我转来就甲阮某讲，嘿，即个后摆就落来，互伊学音乐吼。因为阮开建材的嘛，吼，爱踮咧货车顶发财顶悬，伊凊彩啊踮咧发财顶头安尼麦克风。伊当做麦克风，一支烟笔，伊嘛是共阮凊彩一个物件摕，伊家当做麦克风，伊就踮遐食唱，伊嘛毋惊人甲你笑，啊，愈侪人甲看伊愈欢喜。伊是足乖，佫足会晓想的囡仔，啊，佫足友好的，这拢毋免阮甲操烦。颠倒是伊爱来操烦阮两个老的，啊，恁身体有顾好无？啊，爸爸妈妈恁有食好饱无？啊，有穿好烧无？颠倒是伊咧来操烦阮，伊来嘛烦恼伊家己唱歌唱了无好。二来佫烦恼老爸佫头壳佫咧开刀，开了嘛毋知有安怎样无，因为医生佫有开迄个病危通知，所以会当讲整个崩溃掉了啦。我真是醒来你家有迷茫个。所以迄个时阵要拼16关一档，迄个时阵当你比赛，伊上辛苦。怡婷，这条路要行吼，家己就爱拍拼，毋免惊向前行。婷婷，你知妈妈上烦恼就是袂晓家己顾身体啦，家己身体爱顾好，尤其是要唱歌这条路吼，无好行，身体一定爱顾好，啊饮料唔好啉。咱家大家永远拢支持你吼，啊你爱做快乐的家己吼，做家己开心的事情吼，我们支持你。时间经过几多年，心内永远留着你的位，为安怎拢无配心为你等，搁为你醉。明知家己无结果，也是心甘情愿伴相随。有啥人伫你身边？陪你度过每一个暗暝，你身边的迄个伊，敢有予你温暖甲甜蜜？若是时间停来，我会选择永远是你。是毋是对爱搁存怀疑？予你无声无声离开，当初讲的情话，如今拢无算话，感情路欠你来陪。是毋是对爱也无坚持，才会予你我听分开？对你的情无价，付出的爱无价，
啥人伫你身边，陪你度过每一个暗暝。你身边的迄个伊，敢有予你温暖甲甜蜜？若是时间停来，我会选择永远是你。是不是对爱搁存怀疑？予你无声无声离开，当初讲的情话，如今拢无算话，感情都欠你来陪。是不是对爱也无坚持，才会予你我听开开？对你的情无价，付出的爱无价，予你的心。是不是对爱搁存怀疑？予你无声无息离开，当初讲的情话，如今拢无算话，感情都欠你来陪。是不是对爱也无坚持，才会予你我听开开？对你的情无价，付出的爱无价，予你的心谁来陪？咱的环境足拍拼、足骨力少年辈创作歌手，嘛是作词作曲家陈怡婷。怡婷欢迎。国珍老师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怡婷。听到爸爸妈妈伫咧讲你，讲起来恁家庭中间的感情，真亲近。对，你对爸爸妈妈嘛真真心。是啊，因为我自细汉的时阵，爸爸妈妈就给我一个足温暖的家，然后一直到我伫咧比赛的时阵，爸爸妈妈嘛是一直咧支持我，然后伊会感觉讲，若是你感觉伫咧外口打拼，你觉得难过受委屈了，家里永远是你最好的避风港。嘿，我知影你自细汉对家己都足有要求的，有音乐这条路讲起来真辛苦，对无？真正毋那是我辛苦，我厝内底爸爸妈妈，我感觉上辛苦的是因为阮兜有4个兄弟姊妹，当初时两个姐姐在读大学的时阵，迄当时我阁足细汉的，然后迄阵我就感觉我对音乐有兴趣，我就差要学钢琴。但是爸爸妈妈就感觉，我有兴趣，伊就应该互我学。但是确实迄个时阵，4个囡仔有3个囡仔拢伫咧开钱。所以迄当时我感觉爸爸妈妈真正最辛苦，但是爸爸妈妈无因为安尼，所以放弃掉我介意的这件代志。所以我感觉今仔日有今仔日这个成就，拢是爱感谢爸爸妈妈的栽培。因为当初时若是爸爸妈妈无甲我同款坚持落去，可能嘛无今仔日的我。你细汉时啊，敢会偷听爸爸妈妈讲话，厝恁无钱啊，厝恁最近爱欠钱，爱纳学费。敢会去听到这个话？伊是无直接讲厝内底无好过，但是伊无形之中，他在这生活的过程中就会一直提醒你说：“爱较欠的，较欠的。”安尼。后来弟弟出世啊，弟弟嘛爱开钱，因为弟弟上幼稚园啊，4个在开钱，然后妈妈就讲：“啊，无咱迄钢琴吼，咱先伊无讲直接卖学，伊讲无咱就本地1礼拜去上1节课，啊无咱就换2礼拜，或者是1个月去上1节课，安尼就是减少去上课的次数，但是没有停止。对啊，但是我就心内就知影嘛，所以我就甲妈妈讲，啊无我就踮咧厝诶家己练，啊练好我才去找老师上课，安尼。近来这半年，厝内有一寡风波，阿嬷离开去，爸爸人阁艰苦，你规个担头全家拢担起来。是啊，因为我会想讲，2个姐姐已经嫁出去啊嘛。因为爸爸互我的观念就是嫁出去，查某囝嫁出去就是
一人一家单，因为姐嫁翁生囝有小孩要照顾，一个家爱照顾安尼。然后厝内底弟弟搁当在事业，当在起步，当在拍拼，所以我就会感觉讲，虽然说我是女儿，爸爸从小给我们的观念就是儿子要有担当，可是我就会觉得我是查某囝，虽然我是查某囝，但是我是爱被嫁出去的查某囝。我感觉四个囝拢平等，我觉得责任也应该要一起啊！而且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，不像我姐姐他们可能朝9晚5的上班族啊，所以我就觉得我能够担起来的责任，我就尽量担。和弟弟会使较专心去拍拼伊家己起步的事业，因为当初是我伫个比赛过程当中，或者是我在教钢琴，我也是会遇到事业刚起步，然后爸爸妈妈家人嘛是就支持我，然后嘛是就体谅的，所以我感觉人是互相的啦，我是安尼感觉，嘿啊。你一边面爱要紧厝里的代志，另外一边面吼，家己厝、家己所住迄间厝，煞搁遭遇到严重的意外，是足着急的。对，其实迄个东西就是我嘛是受到通知，就是阮社区的警卫室警卫大哥，伊就打电话给我，伊讲陈小姐，啊你有伫咧厝的无？我讲我无伫咧厝的咧，啊安怎？我迄当时我无想遮多，我是想讲是毋是迄包裹，还是有人要来领什么，还是要纳钱，还是安怎？所以伊打电话通知我，结果毋是，伊讲恁兜厝内底烧起来啊呢，我。阮爸爸搁伫咧住院，我先莫互伊知影，我就开始打电话互阮哥哥，因为阮哥哥第一时间就打电话互我，伊讲啊恁兜烧起来，啊你有咧厝的无安尼？因为伊嘛足关心我的，然后我讲阮爸爸住院，你先帮我封锁这个消息，莫互大家知影安尼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沿路，因为我的学生拢伫咧港辖区较济嘛，因为小朋友比较小，学生钢琴学生比较小，然后很多家长就打电话说：“老师，你伫咧对，你紧转来哦！”大家家长比我搁较紧张。我讲好，你莫紧张，你莫紧张，我已经伫咧转去的路上啊，安尼。我回去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在收水线了啊，然后我就一入去，哇，真正是顶头规个拢乌酥酥，然后规间拢全烟，温度足悬呢，因为已经烧完啊，然后。涂骹规间全水，我转去的时阵水因遮悬，嘿，然后我就是讲，我客厅应该是客厅尔，结果无，规间房间规个，然后而且我的房间的迄卡垫规个拢去用扭来，规个，然后就真的是满目疮痍，连3间房间也全部都是。我无法度啊，无法度，因为伊拍火的时阵，伊就爱拍了较功夫较集中嘞。就是，然后我就是讲。应该是无讲介严重。结果我在清算我的所有的东西，可以用的东西，我发现我规间，干那我的客厅规个物件拢爱等稀杀，因为泡水的你嘛袂家具迄卡木头的泡水你嘛无法度用啊嘛。然后更轻搁较免讲，踮咧遮我足特别感谢我的大姊夫，因为阮姊啊过灯工伊就知影，啊因为伊知影一个女孩子，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忙我，然后后来伊就甲阮大姊夫讲，阮大姊夫过灯工，伊就摕迄麻布袋有无？麻布袋啊，扫帚不能打，因为我被断电，所以也没有电，所以他就拿了一个很大的那个照明灯，然后一来，伊就开始帮我扫涂骹，我看到伊扫涂骹，我才知影讲啊，对，爱先扫涂骹，嘿。迄个时阵，爸爸伫病院内底嘛是一个急速，嘛了我严重。对。啊，因为迄当时我就是厝内底搁爱摒扫，啊，然后搁爱联络讲后续，因为我知影讲我的家不能一天拖过一天，我必须要赶快把它恢复好。然后我就甲阮姐讲，我讲我这几天先卖去病院安尼，因为我整个灰头土脸的这样。然后阮爸就伫群组上面讲，啊，你最近就无闲的哦，啊，你咧无闲啥？安尼，伊是无明讲你奈无来病院看我，但是我知影伊是咧问讲我到底是咧无影啥安尼，对啊，我就如果只能先善意的谎言跟他说哦，我最近新专辑正在宣传，正在跑通告，什么很忙，在跑外景啊什么的这样，然后我就说你不用担心我，你赶快先把病养好这样，对哦。魂中难看走回，
简简单单嘛真快乐，可惜身边袂当有你，告别这段上疼的梦。时间经过几落年，定定拢会想着你。你的身边已经有伊，我头过去当作无看见，想起过去的咱，过去的梦，心内有我不甘。变一个未来相爱的人，一切拢成空。想着无缘的咱，无缘将手牵，着放乎无缘的人，幸福袂当永远，我袂愿通真心来相送。时间经过几落年，定定拢会想着你。你的身边已经有伊，我头过去当作无看见，想起过去的咱。过去的梦，心内有我不甘。变一个未来相爱的人，一切拢成空。想着无缘的咱，无缘将手牵，着放乎无缘的人，幸福袂当永远，我袂愿通真心来相送。过去的咱，过去的梦，心内有我不甘。变一个未来相爱的人，一切拢成空。想着无缘的咱，无缘将手牵，着放乎无缘的人，幸福袂当永远，我袂愿通真心来相送。依婷真正要甲爸爸讲，我遭遇到出人火烧这个意外的时阵，心内原来考虑过几落种剧本，原来想过讲要安怎甲开喙，原来想足久的对无？真的呢，而且我是先互阮母也知影，然后阮母啊就我甲讲完了后，伊就知影了后，我就讲，但是咱要安怎甲爸爸讲？我甲阮母也搁斗阵参详，讲要安怎甲爸爸讲，互爸爸唔免遮烦恼，啊，而且就是伊。会记载袂牢的，因为阮有考虑足济啊，所以一直拖到我厝内底重新装潢甲差不多的时阵，有一天伫食饭，因为我拢会转去厝内底食，因为爸爸出院了，我就较接转去陪伊食饭的安尼。然后有一届伫咧饭厅食饭的时阵，我就甲农民历摕出来，我讲爸，你帮我看一下历咧安尼。然后爸就雾煞煞看什么日安尼，然后我讲你帮我看我厝内底日厝的好日安尼，然后伊就感觉更加奇怪，伊是讲我搁搁买第二间啊，搁买第二间啊。伊是讲我可能买第二间啊安尼，我讲无，我本地迄间大迄间要重新看日厝安尼，然后阮爸讲啊住了好好是安怎要来看日厝？我讲因为我重新装潢，因为阮老爸拢无想到遐去。
伊讲安尼哦，总统毋着开袂少，我就讲嘿啊，因为伫咧饭厅，阮妈妈伫煮饭嘛，伊就讲，伊就默默的就走过来，然后伊就讲一句话，伊讲吼，这了去的可能毋若开去的安尼。然后阮爸就搁听甲搁较无啥，是讲恁到底是咧讲啥？是有啥物代志？阮骂我安尼，我讲嘿啊，因为阮兜会小厝，我怕下巴差点没掉下来。伊讲安尼安尼啦，我讲嘿啊，就是嘛是，我嘛唔知影那安尼啊，就是小起来，我嘛唔知影，因为他一直很想要问为什么这样。我讲我嘛唔知影为什么啊，但是呢，你唔免烦恼，因为我即马已经发炉好势，嘛装潢了差不多啊，油漆的啦、木工的啦、什么水电啊、什么规个拢已经用好势啊，所以你唔免烦恼。你即马爱做的代志，就是甲你的身体用个好势，然后呢，帮我看一个好日，然后呢来互我请，安尼就好啊。嘿。咱嘛看到讲爸爸妈妈嘛咧交代讲，你爱建立家己的家庭，嘛咧烦恼，啊因拢唔知影讲吼，实在。做查某囝的人生上大的风雨，就是感情。伊唔知影，敢若一直催咱来结婚啦。系啊，我有甲，其实阮爸爸妈妈哦，因两个的意见无共款。阮妈妈的意见是感觉讲，我即马家己一个人行东往西，自由自在，无一定爱有婚姻的束缚。阮妈妈是安尼感觉，因为我感觉，因为阮妈妈就了解我，伊感觉我若是因为。结婚、嫁翁、生囝被绑住，我觉得他可能会认为那不是我想要的。虽然讲可能好，我们时间再拉长一点，可能我的身边的好朋友都已经可能当妈妈、当阿嬷，甚至可能看家己家里是谁嫁翁生囝之类的，那可能我就会缺少这一块。但是阮母阿公，你要对家己较好诶，家己一个人虽然讲晚年可能会比较。孤单，但是因为我有兄弟姊妹，伊嘛感觉讲这是还好，对。啊，但是阮爸爸就会比较传统，伊会感觉讲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伊感觉讲查某囡仔你要囥在厝诶，带老姑婆对啊，伊会感觉讲，但是他开玩笑这样子讲，但是伊会感觉讲，我这个年纪有当时啊，嘛是需要一个伴我。近景我拢会甲讲哦，我现在收工刚回家，我等下去买个菜回家煮饭吃，这样啊也感觉讲啊你已经这忝啊，你搁爱回去煮饭，搁爱家己食，搁爱洗碗，什么都要自己这样，也感觉很甘就心疼这样子，对啊，但是他不会讲这些，也感觉讲啊这老啊讲紧给，爸爸妈妈对家己男朋友的条件都有较欠点。无一定会满意，是毋是原来想这？其实嘛是会呢，因为我家己对家己的要求较悬，但是就是会经他感觉家己感觉袂歹，但是佫会惊伊讲爸爸妈妈是毋是？因为毕竟爸爸妈妈是自细汉甲我请养大汉的，伊上了解我，伊会感觉讲啊，这个可能无讲介适合你，但是。因为阮爸爸妈妈会感觉讲，但是这是你敬的，你介意的，恁少年家介意就好，伊袂甲话讲破。但是阮听会出来是安怎嘛？对啊，那到最后是两难，就是在我，所以我嘛是会考虑就这。我们也是经历过那种情窦初开那种小女孩的那种，就是你介意一个人，你也想要，你会想要了解他的全部，甚至你想要。占有他的所有，连过去。对，就是安尼啊。然后你就会甲伊有当时啊，你会甲伊玩，讲是安怎？你较早对你较早的女朋友安怎啊？你是安怎？我即马是你的女朋友啊，你就会开始计较，然后计较就开始冤家啊，冤家伊就会感觉讲你到底有完没完？这拢已经过去啊，对啊。然后我就会开始想讲，这个对象，这个男朋友到底是毋是我想要？斗阵行落去的这个对象，嘿啊，然后当然有真侪的困难，有的困难可能是伊的家庭，就是伊的爸爸妈妈有法度接受我也能不能接受我，或者是外爸爸妈妈能不能接受他，然后或者是我们两个人是在各自不同的家庭成长背景下长大的，我们两个磨合有没有办法，就是可以一直走下去，就是我会想就这。对啊，然后
有一届甲我迄个男朋友，我就甲伊讲这，就是破心肝讲这，因为若是我甲你想要有未来，咱就必须要安尼讲嘛，不是讲哦我爱你，你爱我这样就好，因为我比较理性。然后伊就讲，我感觉咱吼可能无啥合，因为观念无共款。而且毋是干那一个观念无共款，可能包括后摆结婚，谁爱煮饭，谁爱洗碗，就是我们会讲到很细节的东西，或者是生囝了后，伊希望我踮咧厝诶带囡仔，但是我就会感觉讲，我嘛会晓趁钱，为什么爱我就开始计较啊，就开始啊，然后后来讲一讲就没有结果，所以我就会觉得那也叫困难啊，所以就是他对国珍老师讲的迄个过去的梦，就是明知甲你无都有一个结果，因为观念就袂合，要哪有结果？嘿。你对阮的情，亲像热天的炎日，让阮日日夜夜放你记。虽然有时阵会惹你生气，哈呢，我不是挑故意。你对阮的好，亲像春天的花蕊，害阮思思念念比相思。虽然有时阵为你发脾气，哈呢，咱愈玩愈甜蜜。将爱听你讲笑款，对你讲啊说，咱的幸福都开始。我嘛想要带你四界去，斗阵游山玩水。我要痴心爱呀爱着你，感谢愿路红线将咱绑做对。就算有困难，咱做伙面对。你是我上水的唯一。我要痴心对啊对着你，感谢天公伯呀，予咱心的心。未来的日子，因为拄着你，咱的人生搁较精彩完美。将爱听你讲笑款，对你讲啊说，咱的幸福都开始。我嘛想要带你四界去，斗阵游山玩水。我要痴心爱呀爱着你，感谢愿路红线将咱绑做对。就算有困难，咱做伙面对。你是我上水的唯一。我要痴心对啊对着你，感谢天公伯呀，予咱心的心。未来的日子，因为拄着你，咱的人生搁较精彩完美。我要痴心爱呀爱着你，感谢愿路红线将咱绑做对。就算有困难，咱做伙面对。你是我上水的唯一。我要痴心对啊对着你，感谢天公伯呀，予咱心的心。未来的日子，因为拄着你，咱的人生搁较精彩完美。
少年的时阵写过去的梦，讲起来对对方是祝福，啊，结果吼，想的煞佫唔甘愿啊，所以写互你的心想来陪啦。讲写互同一个人是无？是啊，就是过去的一段共一段恋情。其实吼，我感觉我伫咧写歌，然后拢是在讲共一个人。我感觉这个人嘛是介可怜，但是我踮咧只讲，这个人呢，伊即马已经有家己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我若无甲你问啊，你家己无，我是爱安尼讲，嘿，无伊会感觉讲，嘿。那会敢若是咧讲我，嘿，那会拢是写我安尼，对啊。啊，但是我感觉每一段恋情哦，有好的所在，嘛会有无欢喜的所在，就是有争执的地方，有矛盾，或者是我们无法度去解决的这个难题，对啊。所以就是甘愿哦，因为当初时，应该安尼讲，当初时我会感觉讲我对你。付出这么多，但是我却得袂到同款的回报，啊，所以我就会感觉讲，安尼我伫咧你身躯顶付出的这么多感情，啊，佮有这么多时间，啊，佮有我的青春，到底是要算啥物？嘿，经过这么久，翻头来想，迄段造成咱的心肝种种伤痕，迄段感情，其中敢有加减，互对方瞒骗的成分？迄当时真正咱拢足少年，阮拢足少年的啊，所以嘛不会想讲遮尔济，就是应该是讲涉世未深，所以不会像现在就是可能看待的事情较济啊，所以你会想较济，然后可能你会想到别人想袂到的所在，啊对啊，因为迄当时的感情，初出社会你无遮尔多经验，所以你嘛袂去想讲介济，就是单纯就是我介意你。咱两个有可能会当斗阵行落去无？对。是业界的人，还是身躯边的朋友？身躯边的朋友。今仔日翻头过来写这个歌，我相信讲，毋是干那写家己的心声。依婷身为一个过去学古典音乐出身的作词作曲家，我嘛发觉讲，依婷写出来的歌结构很完整。因为每一个作词作曲的老师写歌的方式甲习惯拢无共款。啊，因为比如讲，我若知影我今仔日我要写歌，我就会门关起来，啊，踮咧坐伫咧钢琴顶悬，然后电脑拍开，就哪弹，啊，心内底就有迄个旋律伫咧遐，啊，然后就哪弹哪录起来。你问我讲是先写词还是先写曲，其实这真正无一定，因为有当时啊，你灵感来了，我敢若看到一首，听到一首歌，或者是看到一部影片，有一句话，我感觉这句话，袂歹，我就会把它截取下来，然后截取下来，我就会开始去延伸这句话，延伸出其他的词，然后词。当初是你伫咧写的时阵，你一定无法度遮尔完整嘛。就是你可能写，你嘛唔知影你即马写的到底是主歌还是副歌还是倒位，但是就是先写先有。但是我踮咧讲，我感谢我的制作老师陈伟强老师，因为当初时我伫咧写的时阵，我就感觉老师我真正唔知影要安怎写呢，因为我会有一个先入为主，就会觉得我们唱歌就是先从主歌开始唱嘛。啊，我主歌我就开始写，就写袂出来啊。然后我就甲老师讲，老师我真正唔知影要安怎写。老师就讲，你先求有，再求好。啊，我就先求有，啊，我就先写。所以迄当时我伫写的时阵，我嘛唔知影到底是写的是副歌还是主歌，我就先写嘛。啊，写，啊就开始排列组合，就发现刚好越来越有个样子了，嘿。啊，因为对我来讲，作词甲作曲对我来讲较简单。啊，所以我会先甲困难的先甲处理掉，所以我就先写词，啊词写，感觉差不多啊，我就先尽量写嘛，写甲伟强老师伊甲我讲，伊讲你的迄歌词吼，伤过长啊啦，对，我就是哦，伤济，然后我才开始，对，开始整理，啊，因为我的头一个作品，除了阮爸爸妈妈以外，头一个听到的就是我的制作老师伟强老师。啊，毋是干那做曲尔呢？国政知影讲，连编曲你都真要求。因为我是作词作曲，但是我嘛是歌手。有当时啊，迄若应该伤差，你会感觉进去不到那个氛围里面啊。所以这个部分，我有甲我的制作老师有讨论过。我讲老师，我感觉我较介意若是有的歌有
伊是会使慢慢的平铺直叙的那个感觉啊。但是有当时啊，我袂啥晓讲迄什么感觉，我就是用老师，我感觉吼，迄安尼轻轻啊唱的迄种感觉袂歹啊。我想讲，这首歌曲的头前，我想要安尼做，就是我讲的啊。若是我讲的，甲老师接收到的无啥共款啊，我就开始找，譬如讲迄前辈或是其他歌手的作品，我讲老师，我头前想要安尼这种感觉啊，后边吼我想要就很澎湃，什么乐队整个进来，然后整个乐队进来 solo 完电吉他什么 solo 完之后，整个又收掉，然后歌声进来，我感觉迄感觉袂歹，这样才有起承转合，有高潮迭起的感觉。当时参加电视大型的歌唱比赛时，唱倒一条歌印象上深，上届歹比，还是讲倒一条歌上届歹克服？上届歹克服哦，我感觉是我头一届过16关的时阵，我是去登到迄个徐富凯嘛，然后我16关要过17关的时阵就无过。迄当时我比赛的歌曲叫做《单台不盘》，然后其实迄届的打击对我来讲足大的，甚至我会感觉讲，这个过程人生的过程，安尼一届就有够啊，我无想要过来第二届，因为迄压力真正足大，因为我迄当时。肩上的那个压力，唔那是我家己比赛的输赢，啊，还有我的亲戚朋友，我的爸爸妈妈，因大家拢陪我伫比赛，录影啦，录到青蛙背碗，伊嘛是共款。啊，若是风台天共款的录影，伊嘛是共款对我来。我感觉哦，大家我一个人比赛，规家伙啊，规个家族拢对我伫辛苦，我感觉这一届就有够啊。所以迄当时我去用拍来了后，我就甲家己讲，这就是一个过程，我无一定爱过关，但是我感觉有这个过程就有够啊。然后迄当时，过敢若1年2年，制作单位佫叫我登去比赛。其实我迄阵是甲拒绝的，我拒绝，敢若拒绝，毋知1届啊2届。啊有一届我伫咧厝内底咧食饭的时阵，我就甲爸爸讲，我讲爸，迄制作单位吼，有敲电话互我，叫我登去比赛。啊，但是吼，我甲讲我袂。哦，阮老爸有够生气的，你知影无？伊讲，迄制作单位互你机会，你是安怎袂？你是安怎袂去？啊，你拢无要甲阮参详的，哦，足生气的咧！我就是讲，根本就严重。嘿，然后后来我就讲，因为我感觉这压力伤大啊，而且我感觉我已经过到16关啊，剩4关我就过关啊。我若阁顶来一届，我感觉我无迄个耐心，佮迄个体力，通去佮时间去做这件代志安尼。然后阮爸爸就讲，啊，你就会当做到这个程度，你是安怎？阁有一摆的机会，你是安怎？无爱阁去试看卖啊？啊，所以就为着这件代志，阮爸爸甲我讲足济，你知影？伊讲，你看你自细汉你就介意唱歌，然后厝内底咧做生理，你就去凊彩笔啊，迄塑胶杆仔摕咧，啊，就徛喺舞台顶就开始咧唱啊，这倒位拢是你的舞台，这就是你介意的代志。你是安怎无爱阁继续去做你介意的代志？而且你较早伫比赛的时阵，你看亲情好朋友拢足支持你的。啊，你若你看你无搁登去比赛的时阵，因嘛会是足失望的。因嘛是想要踮咧电视顶悬看到你伫比赛唱歌，互因听的感觉，对啊。所以我就冲着这句话，我就再回去比赛。但是那时候每一届伫咧迄个舞台顶，我的心态就是，我即届准备这首歌曲。要互大家听，我唱这首歌曲有好听无？嘿，迄心态无共款，你的得失心就不会那么重。心肝颠倒放较开。对对。思念你的心拢袂变故，心爱的你，唔通伤悲，对你的真心天高海地深。今夜的月光照日窗边，寂寞的心情你敢知影？心爱的你，我袂伤悲，我会用千里万里等待你。你是我上爱的迄个人，若无你踮身边甲阮作伴，就亲像鱼无水袂活，只剩孤单陪伴我。阮是你上爱的迄个人，若有你踮身边甲阮作伴，
相活，今生拢袂孤单。风冬入心肝，思念你的心拢袂变卦。心爱的你，唔通伤悲，对你的真心天挂爱地深。今夜的月光照日通飞，寂寞的心情你敢知影？心爱的你，我袂伤悲，我用千里万。你是我上爱的、上爱的迄个人，若无你踮身边甲阮作伴，就亲像鱼无水袂活，只剩孤单陪伴我。我是你上爱的迄个人，若有你踮身边甲阮作伴，咱亲像蝴蝶相依相偎，今生拢袂孤单。我上爱的、上爱的迄个人，若无你踮身边甲阮作伴，就亲像鱼无水袂活，只剩孤单陪伴我。我是你上爱的迄个人，若有你踮身边甲阮作伴，咱亲像蝴蝶相依相偎，今生拢袂孤单。咱的环境已经伫舞台同款坚持10几年，由原来是创作歌手，真拍拼、真骨力的詹伟忠做伙来开讲。伟忠欢迎。老师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伟忠。看到这个赛姊妹，咱唔知要讲赛姊也赛妹啦。那是论伫咧明日之星比赛，伊是师兄，因为伊头一集就伫开国元哦。嘿，啊，那是论这个专辑出道曲诶，这个出道日期来讲，我是较新的啦。对。但是我爱解说一下，伊是师姐，你是师弟。我嘛那感觉。唔是，我的道理啊。依婷是师姐，你是师弟，是安那你敢知？依婷是先来参加新手来歌，所以是师姐。哦，是安尼。对，会使。硬要使来啦，硬要使来啦。啊，总是吼，伟忠家己嘛写歌，是，伟忠家己嘛唱足侪歌。啊，依婷甲你开喙，上水的唯一，招你对唱。哦，这条歌吼，两个唱起来，迄个味足甜的。因为之前甲依婷的合作拢是伫咧可能节目顶悬，啊，咱有来对唱的歌曲，但是这伫咧专辑内底合唱这种甜蜜的情歌，算是紧歌啦，因为较早有一条我愿意，拢是慢歌的较算济啦。慢歌，啊，即摆是唱一条这个较紧的歌曲，较轻快淡薄啊，因为咱算是年岁较小活啦，所以讲要演迄种甜蜜的情侣的感觉是算抑个会使，啊，毋过咱就是伤熟啊。对啊。咧拍 MV 的时阵就哦，最好笑的。迄想要亲情的时阵，都无啥有法度亲情落去安尼。真的，因为头一届合作的这个对唱是慢歌，然后慢歌就是爱做亲情的歌，然后迄就爱鼻子碰鼻子的迄种，嘿，啊，然后导演就讲鼻子碰鼻子。我就说伟忠，我们要鼻子碰鼻子，真的要这样吗？太熟了，然后我就感觉，感觉足碍叫，因为熟悉啊，熟啊，你感觉你甲伊咧鼻子碰鼻子，真正是规巴都会。哦，有够规巴都会就对啊啦。因为吼，咱相识的关系，但是迄当时我就甲讲，
无多咱爱敬业啦，嘛是爱导演讲安怎？安尼蒙头蒙，啊，搁爱蒙鼻啊，手安尼牵的啊，碰嘿嘿嘿，然后我就感觉足奇怪的，你知影无？牵另外一半的感觉，毋是咧牵朋友。对，啊，所以即届合作，我就是感觉，咱可能爱我家己想的啦，爱避免即个足尴尬、足奇怪的感觉，啊，所以我就写一首金歌。其实我这首歌金歌写好了后，我就甲公司讲，我想要指定伟忠甲我来合唱，因为我甲伟忠合作的头一首歌曲是慢歌，啊，第二个金歌咱无合作过啊，感觉会使。可能感觉可以蹦出一些什么奇妙的火花。结果唔知影讲这条歌录完唱完 MV 拍完了，真正两个感情必顺。嘛无啦，就是愈来愈好，愈来愈好。嘿，愈来愈好，而且伫咧拍 MV 的，真正足好耍的咧吼。这届拍 MV。导演哦，咱这个陈永秀导演哦，因即摆可能最爱拍我的这个 MV， 因为我家己的专辑内底会有一寡。歌曲是较跳痛的，就毋是像一般的这个慢歌，中规中矩的感觉，中规中矩的那种情歌。所以伊咧拍我 MV 的时阵，伊拢就爱耍一寡有诶无诶。所以这个跟怡田的这个合作，我感觉导演这个兴致又来了，生料就够开，生料今天有够开。因为迄是我的专辑嘛，所以是我开会，我甲导演开会，然后呢，导演就讲，怡婷，你即届吼，甲伟忠来拍这个 MV， 你有啥物想法？然后呢，迄秀秀导演就讲，伟忠吼，伊家己的作品，伊拢就是创新有无共款的感觉。我讲好啊，嘛是袂歹啊，若是甲伟忠有无共款的感觉嘛是袂歹啊。啊，但是你知影头一届导演是安怎讲？伊讲啊，无咱来做反串好啊啦。我讲无，你要做反串，你去。伟忠的专辑内底，我无想要欧巴，对。然后我就讲反串，因为伊本地就有设定讲要用古装，因为我的歌词内底有玩闹嘛，然后有天公伯啊，就是就无同款的感觉，因为拢是时装，就是较普通去啊，所以迄当时就是有古装，我就感觉古装袂歹哦，啊，然后导演就讲啊，无咱来反串，我扮男生。啊，他扮女生，我说我怎么可能让伟忠抢走了我的风采？你根本好高情啊！我讲无这种代志，嘿啊，所以就是变做我们就是俏皮的穿个古装，然后就是可能耍剑啊，然后还弹琵琶这样，然后还有弹古筝，对啊。啊，我嘛知影讲伟忠甲怡婷较早咧比赛的时阵，听讲是对头冤家子。我这条个话若要讲透机吼，目屎就飞你。因为我伫咧比赛时阵吼，我一个天大的克星啊，就是怡婷。因为咧，我伫咧迄当阵比赛时阵，因为咱比赛是会有淘汰，啊，搁会当过来比赛，啊，结果咧，我头一届去的时阵，落来就是因为伊礼拜比赛，嘿，啊，就甲我拍落来，啊，后来我搁转去，啊，伊过来啊，啊，搁甲我拍落来。啊，后来我搁转去比赛时阵，开始有唱啊较顺啊，较稳定啊，结果伊我过来啊，但是即届吼，我无互拍落来，但是咧，我伫咧顶悬，伫咧铺铺顶顶安尼吼，要去嘛毋是嘛，啊要落来嘛毋是，无受安尼，结果伊后来礼拜时阵，就先做卫冕者啊，啊做卫冕者了后，我逐回甲拍。啊，嘛拢拍袂落来，所以我讲吼，我伫咧这个比赛时阵，唯一一个拍袂落来就是怡婷。啊，两个结果行到真，咱就证明啊，证明讲吼，两个大咖咧冤家相拍吼，拢死到边仔遐是咧较歹，你拍伊拍拢无落来嘛，结果吼就我互恁比落来，即摆看电视咧艰苦咧来比赛啊。无啦，其实我感觉迄个比赛舞台真正是一个真好训练的一个期间呐，因为咱伫咧比赛时阵，咱就想讲，要经安怎的歌，嘛想要挑战无共款的歌型，所以伫咧迄个比赛当中，像我唱100外条歌嘛，伊应该嘛唱几了10条，八九10条，嘿啊，拢无共款的一寡歌曲风格，啊有老歌嘛有新歌，所以伫迄个比赛过程，我感觉讲嘛是一种磨练，啊比赛了后，咱就会当。像即摆咱上节目想要唱老歌嘛会使，啊唱新歌嘛会使安尼。咱若无伫即个舞台坚持，就无输赢，对，就退出啦，就消失啦。啊，若继续坚持，继续写新歌，噗我声一定会愈来愈响亮。啊，尤其吼，怡婷今仔日来坐伫遮，
毋是干那是歌手呢，上要紧是咱心所爱歌的节目，就是专门咧访问作词作曲家。所以我要紧请咱陈老师，作词作曲的陈老师来批评指教一下。唱你的作品上介济即个歌手，叫做陈依婷。你感觉即个歌手的表现啥款？我感觉呢，这个歌手吼，伊若是有搁较侪历练，和这个感情吼，应该是讲这个感情的经验，若搁较丰富一寡寡，可能唱我的歌吼，可能会较有这个沧桑跟历练这一个情感浓度会搁较悬一丝丝啦。真歹心，是讲歌手爱加互放10几摆的意思嘛？讲较直接的，就是这个意思啦。有的人真正是安尼，其实伊爱有一寡人生的经验了后来唱这歌会更较有感情。像人讲，其实之前我伫咧公司发的专辑，像阮头家嘛拢讲吼，我唱情歌无啥物感情。但是为必须迄张开始嘛，毋知影是拍开啊什物开关。还是你的感情有必须啊，可能是安尼。我过来重点来，重点来。后壁留半点钟互你讲。不要紧，今是伊的主题啦。无啦，因为真正是需要一寡经验，啊，佮唱歌。其实我感觉依婷伊真好一个优点，就是伊的声音内底其实就真有感情啊。哎呀，这是我可能家己即马搁咧。搁咧训练家己，会当伫咧情歌这方面，会当有搁较侪感情，会当好听的人一听就感觉讲啊，这个歌声是有感情伫内底。你甲看人为中讲甲遮公道，啊你吼，身为作词作曲家嘛，毋通干那嫌歌手，学了一个歌手。陈依婷足认真呢，伊每一个专辑拢咧创新呢。其实是呢，我感觉若是身为一个作词作曲的老师伫看待这位歌手的话咧，我感觉依婷是一个真认真、真拍拼，而且是伊的一件代志，伊会一直坚持到底的一个歌手。嘿啊，无可能！你看这个歌手比赛的时阵，过36关。嘿啊，36关呢，要两倍。我感觉坚持这件代志，伫个各行各业拢是一件最重要的代志。你若无坚持到底，你哪会知影？未来的路是偌尔啊顺。毋那坚持哦，依婷嘛将过去家己学古典音乐的经验、学古典音乐的体会，加入去家己的歌曲的作品内底。是因为我感觉，咱听台语歌曲，毋但是要互少年一辈去学台语以外，我感觉，除了听台语歌曲，你同时嘛会当甲这个西洋古典音乐，吼，比如讲，笨手车的迄得，哇，可能大家捌听过但是你捌听过甲伊放伫咧台语歌曲，或者是结婚进行曲，大家可能较知影的就是江蕙二姐的歌曲《结婚进行曲》放伫咧炮仔声内底。但是我就感觉，安尼元素，安尼歌曲歌型有淡薄仔少，因为我感觉咱若听台语歌曲，当时拢嘛是赶快会听到这个西洋音乐的这个元素在里面，也是另外一种教育的一种方式呈现方式。一直在咧创新，一直在咧进步。我相信伟忠嘛是安尼想，依婷嘛是相像。今日来到节目中，我邀请亲像世界电影明星同款，但咱镜头前印一个，互阮对你表示敬意的手印。依婷请。依婷，咱遮请，请坐。水。今仔日依婷甲魏忠来，我足欢喜，因为只要咱继续认真，台语歌是咱上水的唯一，咱来做咱人生的勇士。多谢魏忠，谢谢，多谢依婷，谢谢心所爱我下回再过来开讲，多谢。